各位聽眾，歡迎你人這個禮拜，又再對來聽別人福建的節目。這個禮拜，我請到在這特別嘉賓來跟我人講鬼的故事。唔知係咪是請姊妹來講？這禮拜來跟我老姐講鬼故事的是南西歡迎。ai bài qua tiểu bé ông mua cu ikan lại bài 我不愛，我愛叉燒、燒肉、福建麵、咖喱麵、雲吞麵、叉粿條、薄餅。還有老姐豆嘅歡迎。我是個別個隔壁阿鬼鬼粒馬波。แล้วก็ปีเจแต่不是วันท่ามีมสิแกได้เตาแกแล้วก็วันนั้นทำตัวไปเป็นเหล่าเจ้าแล้วบัวลังสัตว์เขาก้องกุยก็คือบัวลังสัตว์หัวเองฮัลโหลบัวลังสัตว์เท้าผูเดียวต่อที่ปีตัวชื่อเป็นแล้วก็ว่าไง新疆頭一擺起來甲阮講鬼故事，特別我冇聽過伊頂早幾禮拜聽到伊嘅到底太平嘅什麼歡迎 Hello，愛做我嘅聲吼。嚇，會使愛做咪做本會使。Hello。แล้ว什麼要嚟甲阮講伊鬼嘅故事啊？定？豬聲，你驚聲係冇？冇啊，我冇啊。南西驚，maybe 是南西驚嚟啊。我冇教演。OK，那伊超人話啦，叫走啊。我冇教演，咪是有驚，我驚有冇呢個。我有。OK，來這裡快咧，我會學學就拖實啊，但係冇人實講。鬼個事是嘛？你講到你搬厝嗰邊嘛？咩物件？嚇，你講下。因為我住喺勁棚徑咧，佢叫查某看到伊走樓成，了我甲接嚟，了我舅舅講我聽講，伊厝有鬼嘅，囡仔嘅鬼。哎呀，囡仔。呀，講伊無做亂路嘅啦，特別伊暑假到咧聽走來走去，走來走去。呀，我看袂。冇驚咯！伊是鬼是個靈啊，是你朋友個靈啊。靈啊驚誒！哦，個靈啊驚，你女朋友看到，你看到呢？我看未到，哎呦！我看到我就慘了，未大了，得到搬誒。哦。所以我朋友看到伊驚伊搬咯。哦，了。但伊無做亂，伊無講做亂路來，伊家己出來聽，家己佚佗誒。我迄間厝已經有了，伊唔知。這間是托卡厝還是 apartment 嚟嚇？唔是，伊是 condo 嚟 ，YTL 嘅 property 嘅。哦，所以看到伊女朋友是女甲女朋友大兩人。較早誒時甲伊白大啦，所以伊甲我舅舅講，伊看到有時候，了我講，你茫講，我甲你做一段，你點啊？你講袂啦，無蝦米，伊無來插亂路，先家己。行來行去，來佚佗，走來走去，安尼看呢嘛。你朋友看到伊甲你講起係去你只刺激哦。實個暗暝是唔敢出來哦。哦，伊毋是講無做，你個驚？因為伊講互我人聽是，伊是早起來嘅時，我人愛做工了，早起愛去我跑出來食 breakfast 嘅時，伊講互我來嚟你聽，伊講我看到有啥走來走去，囡仔學囡仔囝。哦，了我迄間厝咧，我 owner 是唐人嚟，唔知哦。嚇，伊隨河人嗰時，伊是唐人嚟啫。嚇，應該是迄個厝咧，起以前起嘅時，伊買一間厝嘅時，一定是有了嘅，未走了嘅。哦，了邊啦 ，because 我 owner 是 Christian 嚟嘅，所以無插咯。哦，無事咯，伊講 as long 無做亂咯嘛。
咪插伊咯，看袂到就無插咯。啊，看會到嘅人就驚啦，嘛走咯。哦。嗯，你無聽到聲無？咪本來你感覺成日講有叽哩叽哩伊呢？講了嘅時，我都遲疑了啊。那是暗暝啊，上，但是人愛看電視機遐物啊，就唔敢出來了咯。因為電視機買啦，到你內面環境較好咯，驚了。所以就伊時間拿到啲聽。早早愛面手機遐物，敢若做便便啊，了就無出來了。你女朋友看到嘅時，伊個那暗暝是早起時間出來，是平常時嘅時冇早起本看會到誒，最早你囡仔早就出去。嚇！我講聽一件，我聽到我講過一隻故事，就是講樣我係個讀冊時嘅時，伊講因為伊一間朋友嘅水厝伊的。到底他們來我啲嗰邊嘅為我組嗰邊啊，我係依邊咪是迄個叫咩啊？讀 institute 嘅 MI 讀了，然後嚇伊到後面讀嘅時，伊有一個朋友，阮是水厝到啲我嗰邊啊，他們來我啲位，有一間嘅厝，伊講伊嘅走卡嚇差唔多成啊要到6、7點，7點幾你才能幫成啊幫等人去。即幫等人去是新聞咧，可能是即係 before 你8點嘅新聞時，咪是要幫等人去嘅時候。是咯。你帶嘅時，伊個走卡就會看到一個是講是成個是teenager還是阿婆啊？我別記哦，查甫嚟啦。穿烏衫烏褲，到底伊走卡係坐，反正行往時行來行去淡薄，但伊無插樣嘅。了樣是無接伊就無接伊在經，無接伊走卡呢啦。伊就啲走卡 dining room 入邊啲房間位，了樣看到伊行來有幾若人看到伊行，到底走卡會行來行。伊成個平常嘅人，可能話伊唔是成個講步步可能。你看啊。特別即嘛看甲明明咯。看甲明明啦，樣看到人啦，特別唔是㗎人看到嘅，有幾若看到啲厝人看到嘅。所以樣成個朋友來看袂到就叫你望入去走卡咯，安尼time。哦，特別我唔係記講我對我朋友講過一支個好加刺激嘅，哈哈哈！伊是當晚咪留我啲嘅 bungalow 嘅厝嚟，當晚我啲就謝啊，我就 attend 一個 church 啲Starbucks 嘅位咗，了我係 church member 啦，伊是大伊買 bungalow 嘅厝，伊家己伊是 developer 嚟嘛，所以伊是咪留我啲嘅 bungalow，你知啦，邊整個 area 嘅嘛，了我人就去伊 home fellowship 咗。我人拜過有去嗰啲好 Christian 嘅 fellowship，我嗰位朋友兩人愛出來伊厝咧，我朋友會辭職啦，了我人愛出來嗰條路看袂到，我未出來無路出嘅，你知哦。我按足等迄個24點鐘等來等去本好啊。你成個 confuse 㗎啦，係你成 confuse 成個成幾隻你目睭呢啊？你講你看咧物件咧茫茫咧，我朋友就驚咧，你知哦，伊講。追花車。我朋友花車，唔是我花車。你看到本是看無咩條路，直直轉來轉去。看無咩條路，你我人按足轉本好轉來轉去。轉到對上位啊！有時我人差不多愛1點幾咯就，你我人就驚咯，伊就甲我講，叫我講，你無效啊，你我也無驚人較去 call 伊，叫伊出來咯，所以就叫迄個 owner 出來，同迄個。當晚咪留我啲，伊吉我人出咯，我嚟出了，伊嚟吉我人是迄個大路，我人就出了。伊看到路咧，伊無嚟吉我人是我按咗24點鐘等，吹無落你是吹無落，係咩事？講你轉來轉去是差唔多你 neighborhood，你看特別你未出掉。差不多是18，你看啊，轉來轉去你是看到18，你無睇看到路，你會出迄個大路咯。南西，你是唔是講捌拄過一單嚟看南西？都上面啲包呀！你唔是講有一道是你啲花車啲買裝備出，你係是係啊？你係是如果啲路頭是看到啲變青青嘛？喏，睇你咪是像咯。你講佢哋一路行一路，佢哋學影嘅咧，是唔是？咩學影？你是冇人識啦？無伊無學影，伊是講啊，上加是你未出呀，伊是啥一個碰伊只一個上加有昏啊，你看你看無嘅，就係白白昏直直噴，了你吹無迄條路。伊唔是 maybe 是 miss 啊，有 miss 啊。吹無
你爱叫伊个 owner 出來，夠找到路嘅喎，即真好奇怪。2、3兜我諗去啦，我只能看你。真係 N 嘅，喺你攞 N 㗎了嘅。嚇！攞 N 㗎了嘅 ，N 㗎了，直行，直 N 㗎了，咪做咩數喺攞？直行，直 N，了我諗到前了就。你 N 路看到啦。看到是看到 N 啦，是無看到物件啦。我朋友唔知看會到啦，特別伊換車一直直做鳥，伊講，哎呦，我講你蠻好啊，咱唔要緊，咱停掉車叫伊出來，咱就叫伊喂修理咗出來。我講你會使解我人安怎出我這條路，我看到就是網度就有煙呢，特別無愛好我人出去，唔知。你話咪你轉來轉去，你轉那個度久？我頭一頭去嘅時，伊厝是烘翻咗先就掉了就，因為朋友無相信，我講阿歹伊個。伊等過去，伊好翻落去，咱過再去，過再換車去。我再是第二道就是拄到安尼看。你去是無問題，你去是無問題，出嘅是。規個時，我去嘅時，馬路6點半無高速咯，貴嘛，伊路貴嘛，所以我人看會到咯。話要轉嘅時，我人就有問題了咯。哦。我after啲時，我無蝦米敢去厝咧。你幾日到？我講哎呦，我買去。你碰見佢幾日到後未出咧時候，你是作估啦，你開始其實緊張 panic， 你其實你轉半點鐘40 minutes 或45 minutes。哦，你估啊？你安尼估啊？哇！一點鐘香嘅啲係。Because 你講咪做亂嘛，繞去我嚇。然後我嘛是我繞了差唔多，我12點 start round，到差唔多2點過嚟緊張，2點幾我。你無想到講是係咪書本啊？你是成講直接你都做咩過嚟confirm講無可能安尼監嘅嘛？嗱，我人什麼時間轉咗 ？OK， 這邊架我有抹落來嘅喂，這邊架頭早彎正手了 ，OK， 把路彎倒手，嗰唔是嗰要等轉來，頭早是彎倒手嘛 ，OK， 把路直直去，一個唔是哦，一個倒轉來無可能嘅嘛，路倒手彎正手彎倒手，個跌落不行嘅了嘛，喺你落，啊冇事，係10字落啦，無可能一個是錯嘅嘛，特別3個錯嘅了嘅嘛，有可能嘅。哦。你後尾我未記安怎，後尾你特別叫你別人來出，安怎啊？你唔是叫人本嚇？你叫，你安怎個出到對？我叫一個 lorry 哦，大 lorry。哦，lorry，對，你對了 lorry 換啦。對 lorry 出咯，你解 lorry 人講喎，是實在對了 lorry 呢？解 lorry 講。哦，攏上梅浪，可能咧，伊講坐到船啊呐。一般啲咪坐穩出嚟，伊講攞啲上大頂，搖燈，甲把路唔捌看過大頂攞啲啫，啲攞啲有影真正大頂嘅攞啲嚟。哦，唔知是唔是？甲把路唔捌看過。你攞啲是正人，還是唔知是係咩人嚟？係啊。哦，特別唔是貴啊啦。應該唔是咯。應該唔是。我喺迄邊甲拄着一家了是還啦，喺你車裏面開始還啦，了一間厝未困呢。攞嚟抹甲查某囝本是還啦，迄羅哩本是還啦。哦，了伊個你特地你講看到邊車是唔是上一位？上一位哦，下面上一位。喺你邊車？邊車看到迄個是還啦本來。還啦本來。特別你邊車是喊着個機車還是貴啊？我未記啊。伊是真誒啊！哦，是堅啊邊？伊是真誒。哦，真啊，約買真。我哋驚真啊，我還沒無驚啊，貴我冇無驚，我哋驚真。做咩事驚？你講話真甲貴還沒無相。真會曉走路嗎？哦。會曉插亂路嗎？貴就袂插亂路。貴是無少隻路看到了嘛？啊，你說做甲伊起航，我最近我有一個朋友咧。伊本是講唔知是毋是河垃圾物件插亂，伊住迄間厝住真正久啊，了伊衰啦，了最近伊毋知啦，我愛甲伊 investigate 啦，等較完整，伊袂互我看伊厝誒時候應該了個，所以伊講伊即兩暝吼困到半暝不有人敲門，敲真正大聲，像甲 conjuring 迄種誒大聲法，像甲我逐晝拄着種敲門聲，敲真正大聲吼了。伊起來吼，伊翁講伊聽袂到，伊聽到，特別翁講伊含面嗰個，了過後，了伊會驚吼，迄兩暝吼，兩個囝本是直含面吼，直講唔愛插人我，安尼看到咗。哦。
所以迄個單我看 investigate 誒，你講嘅卡梅，I think 卡梅唔是成個人平時呢角卡梅，是呢，唔是啊，呢正嘅嚇，是拍梅嘅，嚇呢，你看呢，啱啱拍法嘅，拍好啦。喲，吉利，就喲，你要去help到下處你朋友隨看 investigate 上面物件啊？是哦，我等伊互我小英國咯，毋知伊看電視互我咯。我也夾到伊應該是刷到伊厝嘅物件啦。哦。但帶你住到迄間厝上久誒吼，遐個物件是真正久佇迄邊夾了誒，是頂擺厝主留落來啦，甲是物啦。你愛刷迄個物件來做 renovation 下面吼，你愛特別 inform 一下啦。你有無本好啦，講一聲啦。通知的，誒，阿南西，我問你點解你看到你邊車車，一時到啲車內面，是到啲外口行落去了？車內邊紅色嘅車。哦，紅色嘅車。我唔知邊車。敢若一人嘅啦。一人呢，我看到我笑。耶，你看到跳你笑？哦，甲我笑。我講哎呦死啊，掉啊！你朋友有掉？我甲伊愛contact嘛。哦，你甲伊愛contact。所以我未記你告訴我，你是唔是在看到伊邊了走嘅時候是驚，還是都未吹袂掉落啊？未錯，我吹袂掉落，因為我會曉驚嘅，我去過幾若兜了，我無識裝過嘅就。特別 since then 吼，我就未曉安怎行，因為安尼講，伊是佇十字路迄邊隔，伊是佇毋是十字，是去迄個三條路迄邊隔。地江生啊，地江生拄着伊嘅。哦。所以迄邊隔。彎刀手嗰是彎正手爾嘛？哦。了彎正手是死路，彎刀手行袂出。伊就直直行，迄條路袂了嘅。了對來是隨便條我朋友厝啊，我較慘。所以正可能我喺呢邊甲轉了2點鐘，係考出來啊。喲，好我唔驚。呀，個半年哦。右邊來啊，右邊，歡迎右邊。Hello。右邊自己冇來啊。哈。是啦，頂禮拜一參啊，參加嗰時食袂掉，但係麥當勞是極死啊。哦，你當對出來啦。因為只往大去看 rugby 嘛，แล้ว困路邊嘛，本啲時候就係諗咪就係哎呀，WiFi 未有。Internet 未有。你個小到 New Zealand 個啊？我10月段啊。10月段，你係嚟吹灣啊？有啊，12個段係咩？12個段嚟掉。咪你冇鬼子食啊？食白盒啊，哩卜啊，未食啊。食了10個段，段一3個甲段去嘛，是唔是？冇啊，冇段嘢啦，我係 visa 搞咯。忘了啊，冇啊。呢冇啊。我呢把是即係我經我哋啲 visa 是already 舊了啊，是就是for 8 months 冇睇到是。9 months。咩 for 8 months 是唔是？9 months。9 months。9個月。我禮拜到9。我係叫我不 apply 嘅，但冇 success。哦，冇咩呢？冇像這樣搶個面青青。冇，我好似啊，就已經流咗喎。搶個面青青變咗支氣啦，人看到你一吹佢落船，成個林世講嚟。我善椒我咪學善椒成模講你幾個數成模？講幾個數哦？講你幾個？我唔捌看過啦，特別我飲過，特別我聽過，係咪個了咯？你飲過講下？我古早啲。我飲過是真緊嘅物件，因為我大檳榔嘅嘛古早。你檳榔是大幾間？我大檳榔嘅是大，我大過嗰個地方，但就冇啊，嗰條路啊，嗰迄個西北橋阿尾迄邊一個啥人大地方嘅咯。西北橋過了條橋一個彎道手就去那邊，迄個古靈線迄邊啊。西北橋唔是我特啲咧 hospital 咧是我 hospital 我古靈線那邊啊，古靈嘅人講拜古靈嘅，古靈去啊，人 SPM 佢哋去拜。特別我單位對面 ，S 對面，我屬於冇地度，看到嘅是啲highway 嘅，我看到是啲 highway 嘅，我啲邊領大時我有搶 live band 啊，我嚟太平搶 live band 嘛，แล้ว我是。特禮拜3拜6本落嚟太平搶誒，แล้ว隨搶我隨對嘅嗰個 friend，
แล้ว after that 我有一道是啲 highway 位咯，我朋友伊講伊 diet 嘛，แล้ว我嘛看我看過後嘅時，我看 highway 看到 Bukit Merah 迄邊 Bukit Merah 甲太平中央，แล้ว我看到一半嘅時哦，我看一個人走過街路嘅位哦，一個人真緊，伊用真大嘅力量款啊，愛撞出來，安款咯，伊撞過我嘛閃伊咯。แล้ว我嘛閃伊咯，我閃啊，我 feel 到我閃袂好了，我嗱在浪伊啊，because 我閃伊，我就是浪去浪高啊，แล้ว我就是頭先跌到對無變到直去，我 feel 到無物件喎。แล้ว我朋友罵我朋友頭罵我，伊講這是你換車換翻 highway 會死嘅，你知道哪換？我無，因為我浪到一個人。我朋友掂，我兩個人掂啲車位咯，唔敢出聲。แล้ว嗰陣時 because 我拄到這個之前嘅時，我已經有單隻 experience 嘅，所以我無驚啊，我 feel 到咪關你啦，無事就好了啦，我 feel 到 after that 喏，上一個日子上一個啥迄日子是拜三嘛，แล้ว next week 係上一日拜三，แล้ว上一個時間我搶落嚟病12點，我從太平轉去檳城，แล้ว上一個地方一個 accident 真正厲害啲迄邊。每個卡白㗎了，你知哦？迄個人已經是爛㗎了，去咗嘅。車是冇得擺。車來人噴出來。你上一位咧，有可能是人看到經驗上物件，你閃咧浪掉可能。Maybe 是哦，這是頭一日咯，這頭一個禮拜咯。แล้ว過一個禮拜嗬，上一個時間上一日，แล้ว個上一個點聲嗬，我個在。上一個地方，我過愛轉嘅時，走來邊，嗰時拄到上岸，可能佢十比迄個無咁嚴重啦，伊是成日十頂車浪到一下咯。然後我再 continue， 過再一個禮拜。你接掉啊？接掉啊？接掉一個禮拜，上一個日子咯。講謝白一個 spot 啦，講謝。太平對檳城嘅，太平對檳城迄條啊？太平對檳城嚇，太平愛去檳城嘛，愛經過 Bukit Merah 冇對哦。啱。แล้ว before 太平ไอ้กับ Bukit Merah ไอ้ตรงนี้就是 between 这个 Bukit Merah 太平金門汀到 Bukit Merah 對伊即中央嘅位嘅金門汀到Bukit Merah 中央嘅迄邊個嚇 Bukit Merah 邊個咋是咯，แล้ว後尾第三道我看到嘅是嗰架狗啦咯，伊攞嚟看去對面嘅攞 long bus 嚟推頭拆掉。哇！你看到嘅是咪查甫啊？係咪嚟？你看到嘅是咪查甫嚟？唔是啊，查甫啊。因為之前仲有人講過，唔是我上呢條 highway 邊有一個是看到佢浪過，然後第二道是規定車過時 engine 停去嘅咩？有咩我未叫哦？我猜我 engine 冇停啊。唔知咩樣，因為一過頭啊，伊咪錯話嘛，然後第二道伊過時係規定 engine 拍一浪掉嘛，頂啊！安怎浪到伊規個人頭？如果係咪攞嚟人盤出來，安怎浪到人盤出來？冇 safety belt 啊？點都唔知啊。Maybe 冇 safety belt。伊車攞到啊！I don't know how to imagine that。如果浪到係咪攞嚟人走出來喎？我看過伊邊仔是行為屁事咁 accident 嘅，三道本時候，因為 accident 啊講是暫時啊，伊會成啊 jam 啊，反正嘛，伊塞車嘛。所以我去到時應該是我頭前應該是有10頂車，可能所以唔是講真 jam，就是講咁浪，所以人家 slow down 落嚟咁樣過。我看過伊邊仔是我嘛床頭邊仔看伊個卡，我看迄個卡一支啲冰，手一支啲冰。驚！看啦，咪先來這邊只驚人哦！未啊，我看了 ，because 我有看過嗰啲物件，就所以我唔知啊，我冇去記哩啦，我想愛 curious 嘛，你 feel 到真奇怪嘛，到底成怎就到看到電視機咁樣呢？你冇計叫佢，咱哋做未啊，即係我唔敢。八包吧。呀，記哩呢亂。我看，that means 就是that means 是 from 怡保嗰條路落去邊嗰條路，that mean 嗰條路是講危險嘅，是唔是？mean 你哋愛pay attention on，I mean 你哋愛我點講做生活嘅 area，因為我陣間嘅 area 是邊彎，是唔是？
無唔是，伊是跌落嚟，伊是無迄個危險嘅地方啊，伊是跌咁款嘅，特別迄個唔是伊波迄邊嘅，太平到 Bukit Merah 嘅 center 路 Google Map 隨看太平到 Bukit Merah 嘅地方嘅，伊是到 Bukit Merah 迄邊嘅。我就愛 try Google Map 看埋。但看到嘅物件是，我講真一句，我看到物件是啊，我看我幾日剛未食物件。無啦，你早起看無物件，actually 你早起看就是講阿妹看嘅事啊，你看特別我拄過一兜爾啦。你講你巴士 after 你巴士架你落嚟浪嘅就無啦，第四兜過就無啦。after that 我講入邊講我買槍啊，我講我買個對人太平槍啊，真危險我 feel。因為我邊我做緊嘛，你我槍我係對佢。係咪物件啊？南西？我呢邊教人先教嘛。哦。伊主要係啊，呢個係變 lucky 咯，伊成個一條天神櫃咯，一天。我迄陣時我真真驚，我閃一個我朋友罵我講我開車亂來哦，係麼？在 highway 位。伊主要是應該是愛找人嚟係咩物件咯，因為 that's why 就 replacement 啊，我啊。replacement 啊，所以主要本是生變 lucky 嘅重要嘅咯。是咯。咯。若是講你無獵，就對嚟走浪嚟講，你已經是浪住落浪搞啊嚇。是咯，我已經做咯，而家迄邊無 revider，伊 revider 是呢種嘅，所以我是閃去外邊，我相信樣是閃去外口，所以樣嘅浪去 revider 迄邊。哦，係。有驚啦。特別啲 highway 我 never 閃物件啦，講真啊。係咯，係咪閃咯？有當時真係看出來啊。哦，買閃較正啦嚇。直接看過。閃乜個正啦嚇？你叫南西人去，你不記定去食物件是我同你講，看頭前嗰條人山你物件。我看到我就講我冇看到嘛，你看到了嘛？我看到呢，你冇看到啊？我看到啦。我看車，伊看車，我冇看到啊 photo 冇看到。我看到後邊有人啊，後邊有人啊。看到落嚟共人做落，哈，徛啲嘛。如果後邊有條人嘅行掉就冇定下網嘅，是唔是情侶裝做落去裝你帶裝你隻腳你知唔知？哈。because 呢隻病嘛，伊穿了是紅色是金色，紅色呢隻病嘛。然後我哋看 ，because 我哋落掉音，然後我注意，我咪是看到 ，because 我看到嘅是伊是到啲行到啲街路誒中午嘅響過去嘅 divider， 中午嘅 divider。嚇，然後我咪是講誒，我就被講啦，我冇去啊，你人，我看到人行過。我講，這是不是旁邊？我應該是唔是鹹邊啦，嗰時 before 我老細個還是？鹹邊啦，剪好啦，係 Apple 12點。Apple 哈，我這邊我到搞你戇居。我是有可能，我是未100% confirm 啦。我老實講，特別我看到嘅是，我看到嘅是 Mirage 唔知唔知 Mirage 嘅其他邊嘅。是，你冇錯啦，應該是迄種 Bangladesh 嚟，是唔是？我冇看到呢隻，我是看到隻紅衫，響行過，是紅衫是咁衫，我未記啊，實是紅啊。我特別對佢聽 recording 嘅，我看到隻人行過，我想講是 ，because 嗰邊有正車，因為嗰邊車是正，誒羅里嗰邊是原來正到嗰邊嘅。我看到你車了。我係記得有講，啊，仲我係記得有講是紅衫。紅衫係嚇，紅衫咧，記得有講到一個紅衫。嚇，我看。stripe 是紅衫，唔是紅㗎了嘅。我以前是隻 vest 嘅話，就定嘅。你講問林生嘛？你看到冇林生？哈！我問，哎呦，你看到 ，because 我冇看到。你我真係咩事？我唔是講看到鬼，然後我叫林生看，我是看到人哋林生啲話車，我幾時字頭前有人做工，想做路呢？我看到伊整路呢頭前咧是一個人特啲嘅路中午行入去 divider 下邊，看到邊嘅喺只邊。然後我講，你我就俾講咧就冇去啊！我看到。就你惡坑啊，跳去啦，看冇去啊。OK 啦，希望啦，因為你看，是 block 咯，應該是撈曬撈個 block 咯，我未撈過，我真未知過。แล้ว anyway แล้วso 佢等陣有個學姐講講豆嘅咧，豆嘅最近有咩先呢？其
其實早一人會講個暗嗰度，肯定有波啦。係啦，幾點啊？係冇幾點？3點。可能4點。4點嚇，OK，講緊你個看你阿根廷個 Brazil 嚇。你有看咩？不 Germany，sorry Germany。阿根廷個 Brazil 加咩？哦 Brazil 個 Venezuela。哦，荷蘭，幾咩是 Brazil 個荷蘭啊？在 Blessing。German 加 Argentina。哦，OK。係啦，嚟講。4點。唔是那個咩？幾咩是看 Brazil 個在輸喎？我係記 Brazil 嘅 Netherlands 唔是那個咩？我冇看過。Netherlands 啊，對 Netherlands。Brazil 嘅 Netherlands 對。啊，是啦，講荷蘭都結果睇到撲了。荷蘭啊！誒，我有這個嗎？我有這個嗎？你 app 呀？啊呢？誒，嚟，100塊啊，100千啊，你博啊？冇啦，這是來，冇關係用假咗啦。join 2年啦，好吧 ？join for fun 呀。啊，這個豆嘅最近佢貴哦。菜。我聽到本來故事啦，是可能我手機是按照講法啦。出櫃會來啊，放出。嚇冇聲氣。冇啦，咁冇出個啦，出個下禮拜啦，阿波啊，話要點先啊？話要點先啊？誒，你咩生？你禮拜六依咪事？係咯，話要嘛，是咯。禮拜六你季節落依咪事嗬？啊，冇關生啦，咯。禮拜六依咪事咪是都好是七個咯。老咗。未講內鬼個事。報告是七個咯。呢個段落名呢邊㗎？แล้ว個是啷邊咧學見嘅 anniversary 咋？是咩？Yeah。係啦。星貴個講嘅，星貴個講。8月18號是你 first show 嚟嘅。8月啊，8月18號。是啦。所以我特別經一節是做 anniversary 啊，內鬼個數，即 anniversary 個數。special bonus 啊，特別啷講鬼咪講就知啦。唔知啊，我當不到有，我啷講就知，我就去剪隻。阿張成日啊，好我看。係咪邊啊？我這個加工好，你好我看佢知道，但係冇看到。誒，豆嘅你 send 你相應去看啦，豆嘅係冇 send 到快。我小姐有一日對看先。這係咩嚟？potato chips 啊。這 potato chips 是南西做，還是加工做呀？加工做呀？哦，對。哦，我想加工做不是做 potato chips，你會做個半死嘅啦 potato chips。一個夾啦。啊。我是病因會開佢嘅咩啊？誒，我聽到幾個數？哇！等於白藤會講啫。冇啊！冇啊！冇叫我叫別人講。我叫別人實講，別人實。別人實把你幾嘢？啊 ，OK 啊。一路在講啊，係多數卡啊。多數卡嗰邊啊，這裡。講我哋macam bubuk 嗰邊嘅氣淡薄了，之類，迄個有一個紅公廟，好好平時啊拉啥咩嘅。哦，這邊說這邊啊，特刀咧，特都係有 accident 嘅。哦。對會。係咪就做馬步啊？咩啊？就做馬步。但是講你換車，但是講你是換車咧，你無安尼行。但是講你12點暗暝放工啊，過嗰條路，1點啊，你坐摩托咧，真係刺激啊。哦。你捌過嘅啊？你捌過啊？啊，發生，因為迄邊嘅人，迄個暗嘅人講啊，有當時會聽到人喊嘅。耶。嗰邊真係濟有安尼款故事嘅，係咗羅里啦、bus 啦、捷士啦，會有 happen 嘅，了落雨點時會有可能 happen。所以路是真係垃圾。好記哩啊！你講了啊，因為我小弟有過嘅。伊無看到啦，特別伊講零啊，可能哎呦看較咩走啊，驚死哟！你講咪就做馬步啊？你嗰邊會叫做咩？macam bubuk。macam。我講開咯，
啊，攞去到呢條路咧，呢條路一個紅包嗰邊啊，要直接但冰，你聲我你對情headphone。冰前年三年 major accident happen 是真嘅，了咩事？如過了12點，對要被跳掉落，如過了嚇，係咪？過咗12點過時就出事啦，又冇聲呀。但冰啊！但邊你就請你 headphones 係 because 我聽到你聲，咁然後就啲你橫講嘅物件，咁然後佢就 echo 嚟。I'm sorry。好啊，好啊。我冇。但邊佢。哇！按照你今日啱啱冇困嘅啊，南西，啱講咗啊，對到路。是啦，我叫你念古靈啊，不如看你講去困啊。一對到路啊，啱講咗。以前係打閒嘅啊，一定幾歲啊？一直知道哦，哎喲，4歲呢。7.8一直哦，嗰時會跳嘅。我朋友講可以自己嚟 baby，你係咪做咯？我都看佢鬧狗仔 baby 做咯。做對。你聲是幾聲跑兵哦？誒，Barbie 最近嘅新嘅幾個數 Barbie 2。但係看 Barbie 2係坤晒，就水啊。係咪 Barbie 2？batik咯，人情 batik咯。batik 啊，人情 batik 坤啊。cantiknya。嘅 uniform 係啊。Sekarang sampai masih ping song ke artis E 嘛，是唔是？你講咩？我夾星杯。哦，你夾星杯搣啊杯？星杯搣，冇佢冇搣啊？你唔是八二啊 originally？你本地唔是八二啊？你對對戲啊嘛，對咩人啊？嗱，冇啦，我新加坡了，我對咩人？我禮拜對咩人？哦，嗱，晴子嚟啊，晴子，歡迎晴子。Hi John，sorry 我看 football 看到未幾點鐘。個看 football 唔是4點咩？冇 ，this is a replay Netherlands versus Argentina。哦，呀啦，晴子都看下波嘅啫啊，晴子。冇啊，我冇看下波，我看下波嚟，咪說我發病了。哦，平時冇看下波嚇。誒，晴子講我聽，跟住你把你幾個數？我都係借幾個數。幾波啊？你個借啊？你啊？頂住啊！我講聽頂住禮拜，頂住季節講嘅幾個數，第驚就是你會看到你細隻物件，我第驚誒。係咧，第驚，that's why I never spoke of it。哦。I mention it，that's why 你講講愛去，我俾我買去，我真驚係咧。哦，你講到我嘅刺激呢，然後你講伊面啊，你講伊皮嚼嚼那款啊。啊，伊皮成個 layer 10 layers 啊，誒成個 cascade down 嚟，你看咧叫 QQ 舊耶，成個耶啲舊舊呢，你看到那病啊，你看到 ？Of course 嘛，我去拍球嘛，我 all the caddies all there hoping to 摘嘅，所以伊人直直教我講免行，快行。伊教我 skip the hole， 我講乜都係 skip the hole， 咱啲 betting 嘅乜都係 skip the hole。你看到到去你都冇對啊 ？No, I finished the game. Then after that, I play a few more times, but I don't play so late in the afternoon already. 特別你看較驚就是你看到你翕小影嘅時候出來白嘅了。啊！我翕小影翕相啊，我係 handphone 我轉去我俾海個 captain 看。因為我係 iPhone 嘅 camera 冇半行嘅。別記得喲，夠驚。有時人講啊，你若是有鬼啊，你袂使看鏡，你看鏡你看冇半行嘅。耶！
你我見看家己無半行，還是看這些鬼無半行。Hello，看家己無半行，看這鬼無半行。我甲你講啊，我有一個親戚，伊大去新加坡的休讀啊，真是去的真久了啦，30幾年較嘅，伊休讀馬路開啊，伊人大好朋友，伊逐暝伊困咧，家己叫起來啊，所以伊無伊飼魚啊，養大甲幾日了呀，伊甲伊 housekeeping 嘅人講呀，然後伊按 insist 講叫人抽伊房間係咪啊？一等伊做家起來，後尾伊做家一底位啊，回家了就。看去伊行位，伊個房間啊，伊行 overlooking the bed 嘅嘛。Apparently 伊行 capture everything that happen 啊，看到人即個人着潛死啊。所以人到底行，伊看到人潛死。伊人徛去行位啊，伊人未看到伊家己嘅 reflection， 伊看到像啊，歡喜大呢 replay 呢。伊樣 instant replay。replay 到啲 screen 嚟哦。迄個台灣迄個 Grand Hyatt 台北啦，個 Grand Hyatt 哦，人講迄個本來就係人知啊啦，唔是 secret 嚟嘅啦。一定咪是迄種甲骨經嗰時係咪嚟哦？然後馬路人也去，我別記住係咪有4-5個人喺嗰邊㗎，所以人馬路也來做 hotel 啊，所以我你入去大嘅時候，伊一接檔尾，伊想是有一個真正做一個骨嘅喎內邊，想有一個真大粒，唔知係咩物件放啲動物喎。啲人甲我講嘅，所以我特別少就一人去大嘅喎。捉隻啊！我去搞我หุ่น機去 television 嘅位，捉隻。放掉หุ่น機。即個。我迄個 Grand Hyatt 嘅迄個是一本超站頭嘅位來。哦。這是到底台灣還是到底 KL？到底台灣位啊？台灣位，特別近要早一人去大個咯，咧佫真貴嘅哦。真久了時候也是馬路嘅。這幾年去嘅咯。早一人知喎，呢邊個人知嘅個了，知迄個hotel是人local人唔敢大呢邊個，去經時人唔會去大，人個了知。特別so far冇 story 出來個啦，唔知啦，唔知啦，冇聽過啦。不人實，但係你講一半對去。不記留喺。咁我是講你馬鎮布布去條路。馬鎮布布。其實愛去多數下路邊對，伊要去條了出來就是 down 嘅 area 了。嗰條路真係垃圾。係咪Jalan Aitam啊？唔是，馬鎮布布。但係我講咩啊？馬布Batang。Batang Bubo。你要過嗰條路嘅時咧，有一個暗嘅，喺你暗嗰邊，嗰邊嘅路就是有時有一個窟啊，伊人政府無做咧路歹嘛，了喺你巴士浪去摩托浪冇死斷條嘅。我過去我做工作去是未曉換車就坐巴士，斷條喺浪 ，because 伊拔到落你窟嘅時，一浪到伊。冇人架車是去 mainland 還是 island？mainland。哦。嗰啲我 BM 嘅有。BM 啊，山卡啦。那即刻來啊！你名咪曉未記啊？蔡點嗎？係是蔡點嗎？Hello。蔡點嗎 ？Hello， 歡迎。蔡點嗎咪是 sexy。梗係估冇來啊！蔡點嗎？蔡點嗎咪是 sexy 啊？你冇來這裡。有啊，last month 才點啊有來。大家都冇停曬咯。做愛事啊，是呗。我冇大OK boy 出啲係。OK boy，這就是 OK boy，這就是 OK boy。我咧小妹花，真係我啲小妹聽咗，我啲小妹咪啊。我啲。我聽到豆嘅聲咗，係是豆嘅咗。對，你是豆嘅對。係豆嘅。
大家我愛成 offline 成了，我愛去收工啊，確定間 join 咯啦。OK，感謝啊。就是來。我個內 show 過啊，你使到得嚟嘛 ？OK，拜拜。咁點咩啊？近啲會記啊。拜。下次見時，下次見時。交個點咩啊？會記啊，歡迎。我等會使。我未見過。我同我未走。我同我未走啊，所以先交什麼噶？我同未走。你走做咩咧？我係攰chat room 我 join chat room 我 join Google 了嚇。OK。OK 啦，我 continue 就嚟 show 了。OK。我講緊8點。9點嘢啊！呢句落嚟落嚟。猜點啊！嚟講幾個數嚟。係咪講？幾？咁啦，你估冇嚟點講？丁子有嚟嘛？南晒。嚇？你冇嚟先有嚟。嚇。有。我有嚟就約走魚啊，冇像㗎就。猜點啊？講到幾個數？我兩句話講係咪講數？幾啦？幾啊？我都講個 story 嘛。等陣我佢拋個俾你先。OK。其實我都話我係隻牛。嚟啦，咁樣我都我八步冰。我豆嘅頭毛開始安尼水啊。豆嘅都潮嘅啫。等要晒。冇啦曬，佢講你幾個數個？哎呦，猜點啊？你直接咪叫播個聽到，是唔是播？是唔是你播？冇啦，我講學得啦，好啦。嚇，嚟講學得咧，冇啦曬。我幫你學得咧。嚇，等學冇啦曬，講啦，你講，你咪秒掉聲冇聽到播。OK，嚟。跟嘟。跟嘟講佢嚇講。嗰條啊，我朋友條。得一條。朋友阿妹都係是條。攞粒一條啊，係咪得一條？得一條。得一條講過。跟嘟你攞去你跟丁你我學得嘛？我你別對嘛，伊人去博繳了，伊無愛大學邊學得嘛，驚我拉什嘛，咱別對咯。了，I think 是 about 1點幾了啦，人別對啊，輸了你講，哎呦，琴日對啊，無得這無鐳啊，所以就。แล้วเขาเดี๋ยวรออีกแก่落去落山嘅時啊，一看無掉嗰條路就，險條 accident 死。險啦，特別冇啦。啊險啦，你再看佢去物件，白嘅物件飛來飛去。哦。แล้ว伊講真正驚啦。這是落山。伊個零啊，你看呢？哦。應該有啲物件咯。點解是主人講落山係基本上哦，會叫他們數啊未記啊，成日講跟嘟落山係基本唔知 something， 吹波落係唔知按佢啲聲嘅嚇。你咪直直行落了，看無落，做只你無迄個 main road 你未落嘛。哦。佢哋行去個時候，一看到佢哋物件白白啊。你講啊，安尼傾轉嚟去啊，伊去博叫早落對啊，無。哦，咪等下未啊啦。無到嚇，無到無對咯。哦，就大家多啊！早起7點幾啊，大家對啊。當今跟對個興哦，個人去跟對咯。個少安尼好成了。喲，咁你借啦去啊？copy 若是講這跟對咧，伊較慢去，伊較慢愛去。跟對若是講伊隨學路係你學。啊，係咪？อันนั้นจะมันคุยให้มันคุยเลยให้เลยเซปับโบล่า喂弟弟我問你啊你捌聽這唔是我家己的故事啦我這是我的媽甲我講較久啊細漢的點聲有一個老阿婆我人真開的親情啦伊家己一人大了伊想啊逐擺真sad 安尼，我會是我古人細漢，我問我媽講伊故事啊。你捌聽活人啊結婚甲死人啊？你捌聽哦？芭比嘟點頭。
聽過。喂，叫我看你唔是啊，你咩嘅？你是你戲嘅新加坡嘅你咩嘅啊？是啊，你是戲嚟嘛？少。哈。冇啊，即係冇啊，即。But real life 係有咩？so far 有啊。講下。伊結婚嘅點聲嘢，34嘢冇，然後伊 before 伊即個點聲，伊講是這樣嘅啦，即係個查某咧，伊嘅較無呢有女嘢啦，然後伊嘅爹就偏家伊有一個朋友啦，較有女嘢啊。講要可以後頭查某囡仔大漢要可以結婚甲伊嘅契仔，伊係契仔是伊 nephew 嚟啦，伊無女嘅啦，特別即好日人嘅後生個個是個後生爾，死就死了一契即個伊即個契仔做伊家己嘅囝咯就，所以伊要結婚甲即個無女 ，hello。查某囡仔等陣咧，請知你講掉。伊即個叫無女嘅即囡仔是我嘛會只遠嘅親戚啦，則無消息去咯，無消息了，伊即個福建人甲伊即個我親戚嘅爸講無。何女會找我結婚甲我家己生嘅後生，伊生後生就死了嘛。所以伊有真正伊結婚甲伊即個死嘅人呀，所以伊成日伊結婚了，伊是無女人嘛，伊大起嗰邊伊人伺候伊成日做伊新婦嘅呢就，特別伊袂使結婚甲人了。所以大邊伊三人真正 sad 就是了啦，甲伊老甲死啊。喲，特別伊想有影講，伊可以走我後面來講，伊就成日可以教引起嗰啲有女人嘅死嘅驚啦。伊爸可以教引。你再講，但係你講你洗頭毛嘅物件，係是伊教引嘅 ceremony，教你死人教引 ceremony。成日伊上頭嘅點聲咯。伊夾伊個死人會殺死了死伊死了會頭毛係咪啊？伊甲了做啥人？即教應嘅 ceremony 呢？即教應嘅 rituals 甲了就，伊穿白衫，坐去迄個tray 嘅位，伊人朝頭特別穿白衫了。是了，驚使坐去迄個 bamboo 嘅 tray 嘛，了洗頭毛。安尼啦，我人問了，我嘛安尼講爾，伊無講詳細啊。應該是有嘅，我聽咱在咱安尼告訴應該是有嘅。特別我唔捌只過聽過頭一道，聽啲人 directly 甲我講嘅啦。有影啊，伊我嘛講伊go through the Taoist rituals 㗎了。Tapi John 都不聽個怪嘟冇？有，香港嘅啊。香港嘅伊有做下 ritual 嘅嗎？有不看過咪？香港係 ritual， 但即塊係 ritual 聽講啊，本邊 dangerous 嗰種嘅咯。伊做咧壞人死嘅嚇。有嘅 possible 咯，然後second thing 就是。你唔知你幾號？你出來人是點？你嫁人是點啊？或者你老阿婆甲我嘛講啊，伊真正一擺啊，伊放伊嘅死嘅翁啊。伊嘅死嘅翁來找伊啊。青子，你電視機看乜嘢先？我睇到你 football 先。Sorry，OK，sorry。我冚啦。Hello John。豬豬，哈，來。Hello。你是豬豬。龜尼都，龜尼都到啲後尾 ，OK， 嗨，龜尼都個龜告訴講咯，龜尼都嚟，嚟，嚇講，我當然冇講，我都聽我 personal thing 啊，我聽到人講嘅物件啦，你睇迄個人做迄個抓嘅，人講迄個抓嘅人生啊，小事人嘅，
家去燒嘅啊，哈知，紙紮啊，哈知，伊有一個 uncle 啊，伊做這個物件啦，然後一日伊就做甲快 late 啦，12點11點幾12點啦，咱要轉啊啦，然後伊做真濟啊，真水嘅物件個咧，然後落尾伊就伊愛轉啊嘅時候，伊就 feel 到講靈啊，你就，但係講哎呀，唔要緊，伊冚掂啦，冚掂啦就 ，hello，聽到？然後伊就冚掂。就對厝咯，對厝了，伊就洗面啊，伊就是困了的嘛，困到半暝時，上啊一個老姨咋，甲伊講伊講，我甲寒爾咯，伊講你會使互燒被單互我哦，即個uncle是毋捌即個人嘅咋，but then伊本上啊半困半含面啊，你看啦，然後落即無咯，個再一個來喎，講伊愛下喎，即無相人啊啦。即係留職嘅，一般聽到安尼款咧嗬，那 the next morning 伊起到對伊店嘅時啊，一般嘅燒啊，伊 because 伊做 blanket 做啲衫，係你硬鋼硬，係你雜波，你講雜波，係你厝啊，咧伊就係咩燒海啊，伊本唔知住，因為即想燒海你鬧啊，就咩煲飯好啊，你款啊，燒咯，咧係伊本燒海伊咯咋。Okay, after that 就冇事咗咯。But one day 咧 ，about 9 something 啊，你看啊，伊就做啊，伊做真濟啊，即個物件。啊，落尾就攰啊啦，即個一燒咧，伊就攰啊就冇事啊。然後就節哈，9點幾啊，你看電話單咯啫。所以做，伊邊起來去聽電話。特別電話，伊直直 hello 冇人 answer，but 伊個。電話啲等我都就係喎，落去冚去咯，冚伊就看 around 伊個位啦，伊係真濟貨嘅嘛，伊就看到。即是攞啲店位個啦，伊個到啲店。啲店位不9點呀，伊就看到伊邊啊喺你 telephone 裏邊，伊有一個mobile phone 啊，伊做嘅啦，抓係啦，做嘅啊，啲等，抓係但話等。แล้วอีปุ่นสิท่านก็มาจากที่สิอีกแกเลยแต่หน่อยเดจัวโจยล่ะสู้หอขี้อีสู้ขี้อีก็สิ้นเลยมิงกันสุกะแล้วอีเดคำไม่กี่สู้หิวกี่ลิฮะเจ้าสังกัดชิกกวยสังกัดอียังถูจะเลยจัวไอ้มิงหลังอ่ะก็唔知講ยังตู้เดียวอะไรไม่มิงแกปุ่นHello， 你線都冇對。我家己有對。你線去下等好啊。你個記講啊？我係是快等咯，等陣我個仔。個仔發佢先。等我學別人講一個對嚟嚟講。好啊，我被困啊。你被困啊？等陣。可以講啦。你講，你講了佢困 ，OK 嚟。我講你。安尼等一句啊，講啊，講，冇要緊，講啊，講enjoy 嘛。我係是我去Bangkok嘅啦，特別咧，我去Bangkok嘅是拄到quite a lot of quite a number of 這裡啦，因為我到學校呀，我去我教我 husband 攞人去啊，然後我人去咧先 on the。你聲點斷嘅喂，伊 Skype 冇冇事。你เป็นrobot啊 ？Hello， OK 講過一個，但係你聲對對。OK，對對啊。去Bangkok了，嗰啲啱。誒，沒有事啊，對呀好。我人去是through internet 咧，就夾片啊，對啊。Hello， 有個講。Hello， 有一下對咧。你 continue 講。我人大是2名爾，then after that 我人愛對啊。
嚇，แล้วเราไปดูตัวแล้วหนอแม่อีเวลาไอ้แก่ตัวอีโบแล้วอีก็ไม่ขี้แก่แล้ววันก็ใจปอนขี้ปักกิ่งฮะฮัลโหล咩？你咪聽我講，你哋講 continue 講嚟啊！冇嘢，ฮัลโหลโอเคแล้วอีตัวว่าหลังตัวโบหัดแล้วตัวปอนขี้ปักกิ่งตัวรู้จักแล้วว่าตัวกล่าวว่า husband ก็ง้อหน่าสิรู้จิบขี้อะไรรู้มั้ยว่าเขาโบไอว่าตัวสิอุมิงกี้นะจ๊ะว่าง้อโฮแล้วมา咧就係我接期，唔是講只垃圾嘛，快前期本來話我度 feel 到有物件啊嘛，乜搞啊？uncle 唔係咯，特別話 uncle 唔醒目啊，佢真係大咯，特丁啊話大我係邊啊，好 night 啊，搞加攞3節啊，แล้วจะเลยแบบนี้จะ係冇咁 scary。แล้วแล้ว after that แล้ววันกี่ตัวแล้วเหรอแล้ววันตัว on that very day วันขี่เก่าสิ係 King's birthday เนี่ยแล้วยังให้เป็น嘅 local people กับวันก็ลองจะ lucky 咯ลอง嚟because ให้เป็นอุจจาระสิ lucky Buddha temple อีก叫ว่าอีกลองคัมแบ็กขี่อ่ะอี open for public to see to keep by 啊，是係咩就 lucky Buddha 喺度啊，แล้ววันนอหลังโอเคตัวเจ้าเดียวขี่咯about2點咯รู้จักยังแล้ววันขี่เขา係時係你表嘅，都冇人咧就特別係你人講嚇 the owner 係你人被嘅數時冚嘅啊個有地，你冚咩ขี่你睇去看啦，แล้ว我講話啱咪是，嗱你冚咩走ขี่你睇去咯，แล้ว係你 Buddha 是真係水。伊講伊人即個 Buddha 無開互人嘅 public 嘅咋 ，only 迄個王嘅生日伊人個開嘅。So 迄個 guy 咧就甲我講 ，you are very lucky，so why don't 你人去拜？伊講我好，แล้ว我人去拜，伊個教我人嘅講，你袂使亂搭誒殼卡，我下，伊講動物嘅哈，伊毋知伊動物真水啊，圓一個pattern啊，你睇你我本袂記啊，你講你袂使搭落去。你是會使行邊啊呢？แล้ว落尾 OK 啦，แล้วไปหุดอี個教啊，人講安怎拜就，我伊หุดก็是嘅marble 嚟頂啊，แล้ว我拜嘅แล้ว時叫我人 since ลอง嚟，我個阿未看安怎ลอง買行慣，你行 round the pagoda 伊講，แล้ว我 OK 咯，我對到行，伊講你行3道 ，then you make a wish 啦，OK after that 做嘅แล้ว時講。你愛 take photo 伊唔話，แล้ว話take 啦，會使 take 咩？這裡是 temple 嚟喎，伊講我做我路人嚟講，這裡 guy 咧，伊是講伊霸氣嘅哦，這裡廟，這裡 pagoda 啦。So next time when you all go to Bangkok，你去看有安尼款嘅物件 ，lucky Buddha 一樣叫。So OK after that，我人就徛條翕相影咗咋。伊用我嘅camera 啦 ，but when 我徛啲邊 ，because 我卡袂，我呢聽誒，我袂箍落去嘅，所以我就徛，我按到箍，你知？攰是箍。箍掉，แล้ว我是 just 安尼講 bend 掉少少，安尼講教我按落人翕使，伊翕互我人。Then after that 翕了嘅時候，伊 suddenly stop，but 我 already feel that there's somebody running about。嚇！แล้วมันใจให้หลังจากกี่ stop เลยจ้ะไอ้สตันแจ๋วแล้วอัปเดตฮิปโฮแล้วสิว่ามาเกี่ยวว่าแคมเมราตัวนี้ว่าจนเนาะการเลี้ยวคัลเลอร์กันนะฮิจะเป็นบุคัลเลอร์เนี่ยแล้วว่าอันเจ้า black and white จะเป็นแล้วอีกก็เสียว่ามันใจสิมสิแต่เดียว我講冇啦，你識唔識看到物件？有嚇，我講係咯，係你見啦嚟，走去徛你話邊啊？我講嚇，แล้ว你人翕互你會講啦。嚇，冇，因為人講有物件，แล้ว我講嚇，我知，我講伊徛啦，我話邊啊，我講，แล้ว落尾，所以你看到伊成個一個人嘅形嘅，是實在，你惡白喂，是人嘅形呢。你個有會笑我愛，你未看到嘅，我唔知個有啦。你未看到 ，when you come back 到邊咧，我看我係除到 ，because 我夾對嚟學我係驚看我，驚講媽咪啊，伊帶了物件嘅啦。我講白伊帶了物件嚇，伊 stop 喎，伊家己 suddenly stop 喎，係啊。แล้ว伊無理由鬧我人嘅嘛，我又唔捌伊又唔捌我人。嚇，伊無理由 trick 我人嘅，你講做咩事 ？What's wrong with that? Right? So 伊這裡是上家，你講佢in the hotel room 上家就對裏邊啊上人上婚紗咩？你見哪嚟啦？
唔是啊，迄個學校誒不是白嚟。哦，我無想咧，所以到底迄個暗面看到唔是迄個學校一迄個。個暗迄個迄個暗是暗嘅。哦。但唔像嘅。所以當佢按個被坐喺巴黎嘅。嚇，嗰個笑，你嘅翕較隻笑應個啦。Oh my god！係你巴黎真誒，我被驚本啊 ，because 巴黎。你咪南西愛去巴黎嘅。我就去巴黎。你冇去過巴黎？人講正好鐵頭啦，巴黎。巴黎凍啊，巴黎唔係嘅。啊，就你巴黎唔知講我三本是 still believe that 伊人帶咗物件啦。啊，你三路官嚟，我開始無相信成家即係國中嘅咧。啊，人嘅即無相信 ，because 人看唔到嘛。And they don't 人個 feel 唔到。But 南西啊，你去巴黎啊，伊個客棧嘅房間啊，伊有伊舊嘅家私 and all that sort of thing 啊。伊係你物件咧，家私有誒有物件呀。哦，在我在正濟種伊個壁標咗一迄個茶劇茶啊，都靠伊人嘅 handicraft 可能有啊。哦，係咪硬鋼啊？係咯。啊，有喙齒嘅迄硬鋼上加迄種 animal 可能。哦，講伊喙齒會頂咧，伊會頂咧尖尖嘅嚇。人叫巴龍嘅。哦。啊，迄個有誒啊，迄個有物件啊。唔知哦，我真驚，特登看你房間，我真杜爛嘅。哦，你個冰嘅，你個夾剝掉了，你個大佬個搞掉。有咧，像因為因為硬講來，所以你安怎你特別 respect 嘛，你馬上掉破面就可以小房間嘅名路啊。都 try 去種，唔是像我就講正啲巴黎，我無面上。大啲迄種真正巴黎嘅 tradition 我無愛啦，那我去大到啲阿毛搞迄種阿毛 style 嘅學校耍啦。好啊，較好啦，大啲迄種較 international 淡薄嘅迄種嘅學校耍。誒，嗰時較趣味咯，大你成個金崩嘅，香個趣味喎。啊，伊係伊 resort 安尼有款。啊，我有大過迄種，甲了我有大過，啲迄個 Paddy Field 邊嘅，甲了我本大過。伊無較有咧吼，伊嘅厝規間是上加。伊毋是起嘅，上是用破紙，用迄種它是咪來紙規間出來？用紙嘅，嗱，係一間嘅朋友。學校看入來，你看特別就 privacy 啊，特別就有空嘅，只規間厝一空一窟咁樣。我想用紙成個大媽講係你幾年度嘅你。用阿搭葉嚟紙出來。誒，我未講嗰啲坐巴黎嘅物件啦，我捌聽過人教會嘅物件，告訴我。人教會國家字。嚇，講下。唔知我冇。人教會隻字咩？係咯，我見佢收嘅。我見佢收咧。嗰時做工嘅。人教會你講下吧。我家己看聽學緊 lost。誒，唔講陣暗河，講我係厝。因為就得翻成數按上班我們別去了啦。OK。有頂次去新加坡，本時有電視機，學校電視機家己開。咁就我哋關事，唔係講錢了。電視機家己開。講緊錢。在學校了，哎呦。嗱，但係咧，要電視機家己冚嘅哦。你講電視機家己冚嘅事啊？家己冚咯，我家己冚了後咧，阿妹你愛開你是動家己開。因為無拉沙啦，本時家冚到對啦。我講我厝上，我頂禮拜哦，我就幾點啊？7點幾，我啲阿妹走開迄邊甲煮飯。所以有一個 spot 吼，我特登徛迄邊甲咧，有陣時啦。會拉沙條領航阿妹背過嘛。我甲人講過啊嘛，我特登有領航嘅，下晡12點半有領航啲，我8隻過嘛。所以 still 是上一個 spot 咯。所以我特登想講是，可能我阿妹就是我嘅洗房，因為我徛喺度為阿妹就是洗房嘅toilet嘅空下來，所以我有幾若兜是有領航了，我想講是去零件咯，了所以我想就唔是啦，可能是人接洗房嘅時候，了風出背過，了背去阿妹喺度空下，然後可能安尼看出風啦。所以啲迄個空壓出來嘛，我徛啲安尼咁徛啲空壓學口嘛，因為我嘅走卡就是啲迄個空壓邊隔了嘅，因為我 extend 嘛，我 extend 我嘅標準啊，我嘅走卡嗬，所以become迄個洗袋率嗬是啲我嘅走卡迄邊隔了就，伊個空壓是向掉我嘅標準嘅喎，
我想講迄領航可能我聽安怎飛過來啦，所以無幾若到我無管。一迄日咧就是7點幾暗個了就，干那我會記真開火，因為我無用去頭前開火，我會驚咧就一人哦，伫廳位嗰度，去看 iPad 嗰度，了7點幾嗰度，暗個了啊，我本無開火互伊本一人佇廳迄邊個剩迄個 iPad 的火爾，看條 iPad，我毋知伊看咩啦，了我冚掉我記真的門。玻璃門啦，特別我看到學校，確實看到伊嘅，特別聽唔到聲。然後我看到領航攞刀，啲阿妹陪講做咩個仔來嘅，即係領航。7點幾了，實哎呀，可能是阿妹迄個袋粒嘅，我把阿妹嘅袋粒扛啊行。個仔來第三刀，有一刀無對片啊。我看者扛啊，看迄個門，講我驚做下咩？我驚暗一人啲7點幾，一人啲聽喺邊個看 iPad，然後我。開我門，我袂驚呢，我一開呢吼，我聽到蝦米聲，我聽到迄個烏飛聲。烏飛聲吼，你知影我驚看到即個烏飛即個 video 迄種驚嘅聲，我聽起來。然後我門都看面嘅，講你即個啊，即個伊講 fox 啦，我毋知伊是講 fox 是冇，伊講 fox 嚟哦。然後我講你莫看嘅，你較緊甲我惡掉。因為安尼咁都看到，一人一聽看即個 video clip 嗰種，應該都是甲看 documentary 嘅 sometimes。所以伊看即 video clip 所即聲哦，because 即個聲就搖到迄種垃圾物件來啊。唔使你無解，你 feel 就安尼，你無解講話咩？你無解講，你無插亂伊。應該是伊無插亂伊，是迄個招着迄個來，就所以啲我也會拎一個甲了背，我變背。伊是你驚綁掉嘅物件，唔是先愛掃掉伊 attract 掉哦 ，attract 掉。你安怎會知？你安怎第三刀是你個 feel 到行唔對皮啊？你安怎無上個頭腦刀？因為伊領航直直來嘛，無停嘛。你特擺是垃圾一轉嘅可能啦，當今來嘅。因為 feeling 是互我知講是我係驚迄邊㗎，冇好事。問題是我係驚。I see。啊，我係 feeling 是講是我係驚迄邊㗎。直接叫阿爸幾年度啊？呀，你知你 feel 到係你領航啊？我講你問本係咪啦？我是甲你講者呢，有陣時是伊人幫我人，有陣時是伊人夾樣嘅節來。我諗 ，that's why 我 feel 到你。我 welcome 你，我 OK。我聽啦，是安尼咯。領航是人動嚇，還是一日路？啊，一樣動我人，還是一樣用網嘅一樣嘅節嚟，係咪我人？所以我 feel 到你領嘅。乜你識啊？我冇爭水過。伊唔是伊行過啊 ，sometimes 伊行過，我所會 feel 到嘅嘛。伊飛過 ，sometimes maybe 飛過咧順沙幫嗰隻。誒，即是你啊，掃你陣啦，人直接要對去，互我掃你排隊。當時愛家己講，我直直教我家己講咯，我直直，我家己 compromise 講 ，OK 是拎起行來，然後呢就是迄啲每坑啊飛出來嘅，然後我特別迄節，我翁無佇，我翁袂放工，我驚一人佇聽。都無人接待咧，無人開我嘅洗房位啦。安怎唔拎空走入來咧？我嘅結陣就無下竿咧，下竿是聽位，然後我係入去聽，下竿就無開，因為無人嘛，無人知呢啲。迄個風也是真正冷嘅，你知哦。我甲你講，即安尼我啊 ，because 啊，逐擺我若是對去檳城啊，看英國中啦，我人帶去檳城對誒 club 嘅位置。我 the first time 我帶我有 feel 到了誒，特別我買夾我白去樓頂嘛，伊無 lift 嘛，特別行白去樓梯嘅嘛，所以我逐擺我 ask for the room downstairs。但檳城對 club 啊？啊，然後逐擺英國中伊樣知嘅，英國中若是啊 Dr. Tan 若是 book 啊，伊知啊，若是 Miss Tan 若是來啊，伊樣知。哎呦！喂，即係 Google Plus 嘅房間了啊。OK 嚇。我就佚佗 computer 啦，我夾我嘅 MacBook 去啊。你想啊，拉薩有一個人去
後尾位啊，有時你借你目睭尾啊，就影到一個人行過安尼呀。我2-3擺啊，若是影到啥人行過啊，我會 feel 到冷氣嘅咋。唔是伊房間嘅 aircon 啊，伊是只真正冷嘅啊，啥個？你切手機 freezer 呢，反正真冷嘅啊。你 feel 到啲乜嘢？feel 到到你到身軀位是頭係得咯。家只，你影到啥個人行過啊，你 feel 到。黑邊嘅 direction 啊，到啲。你看到你家只，你家只你 shoulder 邊嘅位。特別我頭一擺了，我甲伊講我是大這邊嘅，我無插亂你咪插亂我吼，我大，我個大兩暝了，我就對了。Then after that 呢，我逐擺我嚟 check in，我就也好了，我都曉了。我每日暗時啊，清知你會黑邊，我唔知你大，尤其是到伊是 hotel 啦，是 sports club 誒。伊是上個 social club 呢，伊是這邊 KL 是瀝嘟嘅 club 啊，檳城是檳城嘟嘅 club 啊，伊是海基嘅位嘅啊。講我嚟當中度講會較。唔是，伊是坡嘅位嘅。我唔知得咯喎。係咪是瀝嘟？嚇？瀝嘟 club，檳城嘟 club 係咪係？嚇。我唔知得。瀝 club。到底你嗰個有做咩啊？咱就未使講咧。我唔知喎，我唔知得落嚟，意思得落嘢。你知 City Bank 度咯？係知。伊是 City Bank 嘅後尾呢。I see。真久了誒，18空伊人去嘅 club 度好邊了誒。ENO 啊邊啊，較未夠 ENO。較去 ENO。伊 opposite 叫啥物啊？有一個學堂啊。我知嚇。Anson Road junction with Northern Road 啦。OK， 我知啊。老厝啊啦 ，colonial 嗰啲啊。伊人 renovated 嘅 colonial 嘅厝。鋪down 睇下是 modern 嘅 building 咧。伊唔是特別 keep 伊頭前嘅咧 colonial 嘅 structure 啊。冇 ，this they rebuilt before the heritage. I see. 你嗰邊啷大邊遐啷是去上 hotel 等下邊。我啷大這邊啊，你都 member 啊，去嗰邊啊 affiliation 嘛。I see. 你是平時睇大啊，別人san水 hotel 大啊？冇，還是跟 members？ You must be a member of an affiliated club. I see. But 英國總是 member of that club 嘛。特麼是特麼我再講話係你對去啫，你hang out對去啫。แล้วก็จะเจอนะสิงปุยฮะสิงปุย嚟講ไอ้ที่ว่าใจช่วย我頂個唔我聽過一個故事啊，幾個故事聽過會先啦嚇。就我本小去古早細漢嘅時候大樓厝哦，第一站哦，我就把啲是 Apple 都啱啱未記咗啦，即係細漢時我本學幾帶過嘅啫。哎呦！到底咩單位？咪人，我學啲帶過我未記幾回啦，我帶我其實。伊是真啊大隻，一清烏曬。你可以看到誒。會看到伊，唔知是我唔知一擺爾，所以伊帶我時我未出聲，就我手卡都未搖嘅嗰種。真啊大隻，我記佢重個真啊重嗰種。嗰啲時我是細漢嘛，即係佢帶一擺吼，未出聲就唔知阿點地都有5分鐘到10分鐘咯。但係佢出聲嘅時候。我車起嘅時候，佢嘅身軀是流掛嘅咧，掛嘅，然後我就開。你話佢幾歲？我未記幾歲啊！我哋點先講？我就把。這是老隻嗰隻擺。老厝上。嚇！我老厝嘅。我冇聽過後背路幾個數後背路頭擺就幾個數。我當時是我係朋友住到啲知性嘅朋友跟我講，伊個。厝後背路，伊捌看，特別唔是看到鬼，嗰陣時看到老虎啊，伊會看到白色嘅老虎誒。
嘅唔是淨係流河啦，是伊嘅你線嘅流河啦。河嘢，河嘢。哦，maybe 是河嘢。你講包括佢河流河，包括佢那度江到啲後背落背。你真係講嗰陣你後背落係啊，你部伊唔是成一藤啊本咧綠那嘅一藤啊，伊成是頂面成個你別起個怪怪咧頂面你成日拍，啊都是一坑一坑，你轉一坑，啊無就是鐵環你就，可以同行嘅嚇。下邊特別是我聽咗這幾個是這邊來咯後背。聲啦，人好啊，上面你看有你，because 看袂到嘛，所以聽到聲就想講是鬼啊個了。有可能是人啊，把刀落頭殼啊，靠着伊個你啊好啊。萬那有安尼款誒。老會啊。啊，其實鬼啊。鬼個俗嘛，我個是個鬼本，你冇研究點嚇？誒，聽是爽啊，你若是。experience 係點先？我甲你講啊，驚是你驚叫天未應，叫地未應啊！我甲你講。呀，你按怎麼說？你第一驚啊，經驗啥物？我第一驚經驗去拍球嘅點先看。哦，你是你驚啦，特別你頭時起航嘅嘛。我起航，特別我短時了啊！誒，了我嘅 apartment 啊是 ground floor 啊，我嘅。second bathroom 啊，有啥一個 airing 嘅 area 拍沙，攞真樓嘅嚇，了，冇 single story 呢。我叫 contractor 來起一個壁係咧轉嘅咧有空，好 air circulation。我唔敢可以，我冇聽到咧會白入來我厝，我唔敢。你嘅冚去啊？你嘅航線？我冚去，我琴期咧，伊 maintenance 嘅 property manager complain 嘛，叫我弄破，我講我賣，我講我唔是 contravene any bylaws 嘛，這是我家己嘅 property 嘛。I see，了你叫人琴期，我你自己解琴期啦。我頭我講 security， 我有 washing machine 嗰邊。伊講我 security 講咱有24 hour security guard 嘅嘛 entrance， all the cars 係當我直講，我講冇，我講我家己嘅 property 我硬我 exchange letter lawyer letter 我咪弄破。你有冇插到啦喂？冇插啊！伊寫幾條批我冇曉伊哦。估啊呢？哦95年、96年。哦，你10年啊，10年啊，就10年啊。我這新疆來好，你是幾？新疆？嘟，哈嚕？你是幾？姑姑？姑姑冇啊 ？OK， 伊冇聲 ，maybe 聽唔到人。各位小蛋咧，咱講幾個數字要播唱歌，會講未？放咱走。但我會問南西自行啊。哈，會。南西啊。哈。我聽到。有影我人講啊，你若是夾，你剪夾，你 nail 啊，clipping 啊。阿妹。你袂使，你夾你剪夾fingernails 啊。When you clip your fingernails 啊。你 clipping 上你袂使試算下格啊，人會驚。即係光頭。做光頭啊？有影。頭毛咪是會。有影。頭毛咪是會頭毛冇上。你頭毛你增加你會生。嗰一個是血啊。我入面會生。你身軀會肥本。無，按照你講會生，我係佢會生我生無類人嘛。無你袂使穿高短衣，你家己，你明唔明啊？你就講伊做刮咧嗬，係做刮咧係衫，你家己穿高短衣。哦，你學人嘅唔要緊 ，OK， 你學人。我袂使家己穿高短衣啦。嗱，你叫講人做刮啦。就講係可能愛做路，一直做啲你衫位。你穿咗喺你衫，你唔知嘛？你穿咗喺你衫嘛？安怎咯？你無頭嘅喎。我有一朋友，頭喺你衫，兩年都無頭嘅。
你買頭嗰條。我會記咩？即係我要問你 because 啊，你知 just before 我去 white trip 啊，前一隻物件我冇用嘛，然後我教我專家嘅 nails 啊，我 usually 我係去 toilet 咧，我 flush 佢，but that 先我前一換了差不多要去背機鋪了嘛，所以我教咧我係去即係嗰個 waste paper basket 我 dressing table 邊啊就，我對來啊我做印尼人嘅去我厝嘅啊，一看到啊，一包起來啊，一好啊，伊講，免如即個都袂使合格去三八湯嘅，我講行怎咧，這是要合格嘅嘛，三八湯是好要合格嘅物件，伊講袂使，伊講人會夾落即個啊去做物件咯。哦，伊warn你啦。哈。哦，伊warn我。because 伊做工後我真濟年了。右邊。甚至人講回滾是啥啊？有個人樣啥，如果就是刮掉啊，了老大一回啊，定係會清氣阮的，也無樣會做物件阮的啊。Is it？ Yeah，因為樣有咧。你面係你普通你啥有時啊，你無小心刮掉啊，還是無小心一回歸頭殼，讓還是 friend 阮好，你要切清氣的，無樣會驚你會做物件阮的啊。but 你回你嘅 tissue paper 有切大了，伊袂做了啦。I mean 頭殼有樣無關 accident 係咪？你無着傷啊了，可能上hospital特別會有無清啊。人講讓愛清氣管，因為有個人樣看到啊，樣會去做啊物件管嘅。伊人撲起會迄個會 still 你樣會行去做物件啦。嚇，因為有 accident，人講你血入邊有淡薄你啥，你拍到藥素啦，你靈魂就嗰個嘛，然後樣會解做物件是樣呢。我想去 DNA， 你 DNA 你割咧，你就去吹。有老人講啦，定當聽人講講消息人講，甲消息咩物件，其實血管是啥啊，除咗正假物件啦。Actually，我冇聽到這個。係咪內面衫啲殼？內面嘅衫啦，面 under gems 啦，本是會做名人本嘅咯。哦。係你就冇，你打擔啫，嚟做啲嘢。成個南西講啦，你樣嘢去做啦，你袂使程度堆啦，你程度堆是。係啦，咪是成個衫。你會掉啦。Some of them 上間人嚟跟你講，愛跟你拖，愛啲啲 underwear 是啲。切，直接俾人哋拖 underwear。我唔捌人買咁拖 underwear 啦，你底褲。直接嚟咁你拖底褲。อันนี้ฮะไอ้นั่นactually ฮะ講嘅อันนี้講開一個你杯啊，個杯你咪少女咯，因為那是無少女啦，但係就是伊無那個我睇嘅故事啦是有一個查甫甲個查某看拖伊嘅 underwear，係你是啊，係你試過啤士啊？佢拖 underwear 吹，住住啦，嗰啲好打嘅啤 underwear。咗你袂使笑啊！即個頭家講啊，無聽到啊。This is linked with what 我嘛教啊，我人細漢，你知啦，下晡長熱了啊，有時家己內面衫底褲啊，咱家己洗咯。哦哈。無家己洗了淡啊。我嘛請辦當，伊無互我人去調去外口了，伊講這是調去內面厝去真經嘅位，明仔早去出熱了，你再去調外面。所以我人問看安怎咧？伊講垃圾嘅物件會調甲你。哦，無迄個是蝦米？查某尤其是伊驚咧四六板嚟，四六板嚟調底殼，四六板是你無頭嘅鬼啊，個隻查某嘅 period 嚟啊。所以雲啦，伊人無亂點嘅，迄個伊燒掉嘅啊。蝦米個燒掉？蝦米燒掉？迄個 pad 咯。哦。冇啦，我講是 underwear 啊，類 panties 甲類 bra。我就係講迄個人講背櫃，迄個四老闆背櫃下面有開，了伊會。
多啦3萬嘅衫了嘛，唔是內褲啦，衫個了，阮是會啲會白衫，伊自家一看到白色應該就自家去食了誒。哦。或者菜店啊來，我來成日就是是啦，上家食書店嘅，因為菜店啊來是困嘅。拿球咪驚嚇，咪驚。拿球啊，拿球。我聽到咧，我睇到做人講，做咩？做人講頭。做人講頭是actually無好到去嘅，如果我聽只啦，無做無着人咧，就做家己嘅親人就，無着伊囝咧，着伊查某囝，就着樣嘅家己翁咯，後面就無因為考慮就講到包富啦，考慮無夠力嘅話，你家己人嘅就，家己家着啦，家己家着嘅，即係我會睇到高數，唔是高數本來有經驗，睇到人我親戚人嘅，恁。有無食坎坷死就安尼啦。哦，哈，食個飼幾件，對嘅。伊啊，食坎坷誒，所以所以莫做人安尼物件，伊做人無好甲倒去啦。我是你做蝦米無好，做人家着你家己咯。係啦。啊！你我成日一個，我成日講，我成日未記起啊，只。嚇？當然未記起啊！就係你有時你講嘅，有時未記起啊，我一個就我講唔記。我等小蛋看到成日掉，小蛋各位聽眾啊，感謝大媽特啲 Skype 嘅會吧啊，即係過年都了個右邊啊，無人殺加困個只店啊，你猜點啊？แล้วก็ว่าไม่คนก็ 看條路嘛ก็เต่าแก่啦老者南晒啦聖杯啦แล้ว即係老蕉青子加鵝藤แต่ว่า佢就住啊帶冰嚟少少帶冰嚟走完แล้วก็唔知住個佢嗱 can 佢嚟佢佢自己冇呢冇講話自己是嗰首我同大家講，我講從前不如我就一直做小事啊，即係咩？做小事人啊，哈，別保險別蝦米別咩嗬？哈，一有做淡薄光頭嘅，真係。你做好多好多可以聽啊，哇！然後你食伊啊嗬，你改變度。哦。咁真仔喺度有你份啦，人教做嘅嘛。嚇。你又講起講啊。人群啊，有講我講，你做保險嘅啊？你愛咪做？可能係咯。做啊好，放淡薄你畫啲裏邊嘅，你人看到你嗬就着你嗬，你人家就俾。哦。一個講就講，係命個了有做，你知哦？可能講出樣命個了好。喲。你看你哦，伊是愛撈路就。唔是講撈本啊，伊即是講。人嘢做人緣好了，人看做人緣好。即唔是嘅咧，你迄個本教到買啦。你那是剛剛嘅嗬，嘅那是剛剛嘅噃。你看特別伊是畫啲面，人看你面熟咯誒。哦，我聽到唔是畫喎，男生。我聽到唔是畫，我聽到是啥豆絲嚟唔連佢啲面嘅喎。哦，係呢度。我聽過。無相，係無相啊，係係唔連佢類。你邊呢？啲嘢啊，你那是無睇無連起，你未食歹死啊！哦，係咪咧？我唔係聽佢講，我唔係聽佢，你唔係到底咩咧？我聽到。伊係無連起，伊皮啊，你面皮嘅啲位啊。去做好咯，即係特別去 surgeon 嚟做啊。你會接線，你人緣好咯。我唔係聽過喎，即係隻股啊，有啊。只股了咯，只股啊！我有一個 John 啊，伊翁家寶離婚啊，家肯查某一個啊，阮有啊，迄個查某就是甲迄個查甫去做伊啊，阮有啊。這個係不連嘅啊，大粒人這個所在啊，大粒人都做呢啊。我知這個啊，伊係了啊，伊着 cancer 伊無睇伊不連去啊，伊真係歹死啊，伊拖甲幾個月啊。哦。
伊不连成咗係咪是特別叫老官係？冇啦，伊唔使做戲啦，伊人念經，念經鬥去。伊念經啦，伊指落去啊，伊指落去，伊即個啊，伊家己 sink into inside 落 flesh under the skin 啊。死啦！我多了，就即刻咧。真正水啊，唔使 botox， 唔使蝦米啊，你 always 啊，你面啊，真正樣嘅啊。要我愛。即係我無女係不練，我係使係咧啊。Crystal。啊，仲係。你係 Swarovski 啊，無聽跳啊，伊若無練破你家己，伊就冇乜你企無練起來，你變老去啊？變真正老去啊！咦，我冇聽過喎，這是啲魔術啊，魔術啊，冇啦，這隻古隻 story。阿 John，這叫叔叔。阿 John 啊，叫咩？當我拄着你嘅時，我甲你講啊，一個名。哈，OK。一個人做安尼，我甲你講伊名。我未睇到，我未使講。我嘅水有可能我不練呢。面打不了水啦，就。我可能我倒了。嗱，正不練。你變做了，我去後練喎。你未夠 good 啊？呢邊。我變 good 嘛嚇 ，good 啊。你咪說話，你知我播咩？我播你，係你雪花膏叫咩啊？Snow Hill。你播係你ini Mustika Ratu 哟。古嚟真係四年啦，古冇聽過啦。對。播咯，啊啲是播係你 Mustika Ratu。對。播係你 Mustika Ratu。對，我 Mustika Ratu。啊，所以啊 Mustika Ratu 嗰邊。tapi ini macam lah, ini warna dia sih produk lebih gue chào warna bi, siêu tá lah, ok, siêu tá. Ada je suka cari dulu嘛。Mustika Ratu mutiara。有打。音調二下你係咪啊？我joget啊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啊！今日報告個知道右邊barbecue波浪沙菜店啊，豆嘅南西星貝青子嘅鵝糖啦，個特晚對起拜拜，大兵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來再見，各位都係聽我講把你話題先啊，拜拜。